万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树交请人，树交请人，其无不足观而已。其无不足观而已。我即嘛，这是孔子，以周公的才甲伊的德啊，互咱了解讲咱修炼学道的人，袂使骄傲，也袂使去有隐色，隐色就是诞生。所以主公家老师讲啊，如有托死有民之应皆足，可谓是孔子来讲，无事以人必先。你即摆毋是咱，毋是因修会转去尔，咱修咱人咧做哪会转去？所以孔子呢，以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伊的才华，甲伊的美德，周公伊有名就是啥？一木三恶法，一环三吐蕃。伊讲洗一个头章目起3摆，洗袂了。食一个饭，食一喙饭，吐过来3遍，压过来3遍。一喙饭有简单通，从一个步法摇吞落去。伊就表示讲，伊对于公事、对于该做的工课，拢爱认真去做。所以伊既然起来，互咱了解。所以伫咱修行学道当中，咱若有所成就，咱袂使有骄傲甲认识走出来。咱若有骄傲甲认识走出来，其无不足观而已，有话都袂讲。所以孔子写，我若记一个例，这嘛熟悉的代志啦。咱西藏，迄阵我伫西藏，有一个前年者，伊拄住伫即摆咱草地人过一定的人，会拢去掠去农场里。若掠去农场里，若动一下脚，动一下子，行对因的命过出你后天我怎来？是嘛？爱亲口对啊，怎来讲去？你后天怎？袂使这样，袂使这样。所以就是话，咱一定要低心下。所以你若骄傲甲认识甲诞生，其不足观而已。以后你讲做偌济拢无路用啊！你的心无要落实，真正咧修炼。所以这孔子呢，总之是孔子中道世人不可视才以教，毋通是讲不作好，毋通是讲不作好。因为德比才阁更加重要。毋通讲不作好，你若去做下。无德老多人，无来用，使去骄傲，所以德比才阁更加重要。从心，在古代圣人中，才艺之美莫过有周公。伫较早的圣人当中，才甲艺会好来水，无一个比周公较高的，叫较水。周公不但才高。请德也高，不但伊的才华、伊的地位悬，伊的德性悬啊！无不衰周公之德而衰周公之才。他无讲周公之德，再讲周公之才。因如有周公之德，何有骄傲请鄙人哉？若有周公之德，就袂骄傲，就袂鄙人这个代志做出来。目的，孔子呢讲周公之才，就是要拖这个骄甲人走出来，互咱了解。所以自古才高之人多半，多权有恃才无稳，目空一切无凭。自古早现在呢，才高的人、有才华、有地位的人呢，多半拢是我互外口拄外口伊遐尼是无稳。对人要骄傲，目中拢无啥物人是尊卑的，曹操咧讲啊，天上地下，以我独尊，所以来今仔讲才艺啊，才了解，所以呢，
拢大家拢从实在无文目空一切毛病，大家拢将别人的脑拢甲看袂落啊。所以孔老师问孔老师讲，毋知这个问孔老师讲，哦，孔文字无有之文呢，孔子来讲，哦，命之化不替好，哦，所以咱来了解。今仔日咱爱命之化，爱不替下文，哦，亲像经注咧学落来咧，咱真正会读。以灵文不灵，以道文管，有容失容易，实教我有上将属于属于，爱这款的哦，的这个心境，哦，所以呢，在个的优点呢，哦，会去比迄个哦，在个优点呢，会叫这个骄傲来看去啊。如在人生看，假使一个人若搁再来。哦，佮再来来做言论就是讲哦，来啥物拢不敢实施啊。记忆不认真，伊得不得人，哦，诞生，记忆佮不认真，记得不得人，哦，不肯误人为先，哦，道好了好处，咱无去研究，也无去家己了解，也无去讲互人知，啥物人免明白，啥物免研究的，哦。心向入爱，心诶，即个心向呢，佮一也佮有阻碍，不能容忍啊，将别人我咱来用那个独占己有，哦，不顾哦，不管个人就缺陷情，独占人拢讲要咱好啊，拢佮讲出来，安尼咱呢缺陷就足深啊，再有。天大的好处也都失去了价值。哦，你讲外口有路用无路用，你也失去价值。可见佛祖是多么轻视骄甲人所以性命，伊就是足轻视骄甲人的人。哦，骄傲之人，哦，骄傲人，佛祖呢上教的弟子爱强为怀，佛祖呢是上教的弟子的。爱强体为怀，暂说君主看是不骄，君主呢你足老足好的不，但是你袂使有骄傲。小人骄而不泰，小人骄傲人呢，迄个泰的心情就走袂出来。骄傲之人无主，规就小人一堆啊，你无傲，但是你若骄傲，无主就甲你规就哦小人一堆啊。反敌文型，控制学生，控制迄个司机反敌，反敌就是拢专门咧控制拖车咧文型，控制就讲，基础强，爱接受强，控制就讲，爱基础强，你徛伫对一边，住伫对一边，新厝在对一边，你强一定爱留出来，表现留出来，强者强强的。强就是强义，搁再强极。有才德的君主，不但要消极，也没有骄傲心，而且还要积极以扬善他人。所以有才德的这个君主，有才德的这个君主呢，不但要消极，也无骄傲心，还无骄傲心。所以咱想啊，个改惊骄傲。哦，佛祖讲事教请人，伊无安尼讲啊，而且也有积极的扬善他人。君主呢，强极独身以身，达极扬善天啊，咱来积极扬善他人。佛祖赞赏，夫行者既用一己力尽，亦用达己达身，敬要扬善天啊，明主有关。好圣明讲啊。夫人者一情呢，起有一己就行。你家己要爬起，就爱干，互别人做的。家己要达到目标，你爱行遐日子嘛，带伊等伊达到迄个目标。更加要扬善天啊，明主嘛讲啊，强极独善其身，达极扬善天啊。咱人强到有德，有善到有好业，若真正足困难足无度，起码你要独善其身啊。若小可的人一个人咧，一日做好诶，还是则讲你
讲有机会应该爱做的，你爱坚信天啊！哦，袂使无坚信天啊！民主与称赞大顺，行路行动，民主称赞大顺，准备今仔日。哦，迄日即摆实验，一定爱去学工业日即摆做的，工业实验加迄日即摆行动，下地将行，伊将伊家己意见放出来来讲别人意见，别人个比较先啊，伊就对学啊，录取人以为先，录取真快乐，来提出别人的一个好的代志来作为目标啊，所以君主大互有形为先。所以君主呢，无比一项物件，无比一项比这个有形为先较重要。所以是嘛，咱今仔日呢，吼，咱今仔是地府救命天龙挂号呢，咱还阁是一个名尔呢，一个口号尔呢，咱也未达到真正君主的境地呢。所以呢，圣人来讲，咱呢这个君主，落大互有形为先。但好处咱一定爱做，爱学，哦，爱牺牲，爱清高，这是孔明当有之人生之处。安尼咱倒是行伫孔夫子甲明夫子的后壁边，对应得行，伊的人生的基础，伊的人生的上天主的宗旨甲用处就是安尼。安尼就来学，学圣人生圣人，学现人生现人。有君主成君主，咱一定要了解，袂使无了解。咱若无了解，直接放掉咧，后日要转去足困难。咱后家去到贵人来时阵，大范围影响啊。人讲买菜无当买，也好家财是好代。咱到迄个时阵来，咱讲好家财，好家财，好家财，我从安尼讲，我今仔日做，我今仔到。人生有啥咱莫搁别人啊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的阿公，咱的阿妈，咱的阿祖，咱的祖妈，咱的祖公咧，走了去春海甲，若较少年阵老爸老爸弟咧，头过来走了。我即摆来就拢着我啊，我内面都做我常着啊，种内面照着着我啊，所以讲，照排我，熟悉个代志就是安尼啊。唔是无一定上好时间照办。我上济岁啊，我70几岁啊，所以我当时讲就是其实早去高阳36岁去，啊，大要70几岁啊，所以爱电马加鞭，袂使无电马加鞭，真若无电马加鞭，要等人点数。咱若去到贵人来，本来亲像讲清楚讲气有足气有心，咱无伊个财富，人家叫人讲教人地主来气有足气有心，咱可能嘛无。迄阵你连皮甲连骹的皮甲连手的皮拢着家己啊！你家己会晓着教迄人看，还无法度，所以一定要做足有啊！做足有咱后日到真正会等你哦，实在代志。所以有人就是孔子甲孔子。后壁用咱的兴趣培养家己小吃，咱兴趣家己培养小吃。咱呢就先顺好人了，好人了，有为才会读书啊。顺嘛是人啊，我嘛是人啊，我要带顺地安尼做，我后日哪会做啥？所以咱先姓名啊，无伊要出山啊，孔子家讲啊，培也是单词为表演大陆行，人不堪其忧，培也不盖其拢。伊种太年初期啊，读得就好啊，你先接方圆互因你不实际呢。所以孔子在讲颜面的好处，我拢会甲背，我拢会甲背。所以有一间呢，这个颜夫子呢，在教他们老师啊，讲颜呢，孔子啊，颜面问孔子话啦，颜渊秉如父，坚如贵，无用其威。与人沟通与事沟通忠心无患难，会请客。讲我善良人，袂学做好人啊！我做下车呢，要亲像人足宝贵，大官官情的安尼。我做需要的，袂学安尼足贵好安尼。
哦，一交兄弟姊妹做沟通，大家咧讲话，将心无烦难，老师啊，讲唔到，老师讲，问个老师啦，解讲啊，讲不也课哦，也不课，孔子啊讲，孔子哦，孔子啊，天在回啊，夫贫其如虎者，如虎，其一足而不用。贫其如虎，善良人要传好命，爱知足，还佫无力量。咱人知足，还佫无力量。哦，安尼呢，地通真就好起来安尼。哦，千里如贵，其中之有咧。足下次啊，庙场人足高贵啊，爱安怎样？爱宽容的心，甲佫较有礼。哦，一定爱其中之有礼，不用而为，恭敬而不是不行啊。此即刻爱足恭敬遐个姊妹，对人个面头前袂使讲话，讲也唔对。哦，将心无烦难，其直言而出啊。将心无烦难，无人要讲，无人甲你讲你是非，你呢？爱选择话来讲，以直言而出啊。若回者其志好，虽上好性命，亦如顺之意。你若当安尼做，虽然上好的性命嘛是差不多安尼尔，所以袂阁去提升性命啊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人伊嘛是善良人啊，伊嘛是家己个人啊，32岁都死，我都本来，伊个生父人，生性命啊。我今仔只食到78岁啊，我毋算生两变性命啊。咱一定爱家己反省个家己，家己搁较起来，欠下是的。安尼咱的人生，咱真正圆满，咱这条路，咱行了会大好。快乐快乐，我当时人快乐。你以为讲我唱歌呢？都爱讲唔爱唱歌呢，你唱快乐呢？人讲唱歌快乐，都爱跳舞呢。老人都爱讲唔爱唱歌跳舞，你快乐呢？你是第一呢。真正快乐爱读书，真正快乐爱度人，爱成功一点。咱的人生无遗憾嘛，对一个袂快乐，但是嘛出快乐的，所以咱了解，慢慢行对。你慢慢看，慢慢看者，我就是我想咱家己倒转来哦。学而时习之哦，学了后，时常都较烦恼。咱精注无这三性魔心呢，不了啦。精注三性，无这三性魔心，为人无义不忠有朋友交义不信传不信。所以咱每一个写论语别太老大，精注用三支镜照家己，照甲先生。用三物件照家己的，我都无摕本摕老板看，真正伊就讲，精注用三物件照家己，照甲先生的，嘛？咱有哪？咱过去人安怎做，安怎转，咱着步其后天，用学。精注学了难言，以灵文不灵，以道文看，有肉无实肉，实教可以常常属于。咱爱经过伊做这个性命，安怎做，安怎来，安怎转，咱有人做安尼做。好是大家，这是真正的代志，真是真。做完，三年后，不及国，不及国，不以得了，不以得了。这讲嘛就相似，咱得到了咱来拍拼认真，咱唔免直讲，我特别做啥，我特别做啥，我来做拍拼做认真，这本书拢无对我做，安尼嘛无对我做啥，无对我做，茫想遐物件。古圣人甲咱讲啊，第14章就甲咱讲啊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情。咱是一个道士，咱是一个兄弟姊妹同心，咱一定来看开，咱心大下落。咱向前看，向前看，向前看。过去的圣人遐人是安怎做转的？过去的佛菩萨、观世菩萨人是安怎做转去的？咱向因效法。孔子讲，学三当来叫伊读书读三当，
也想要去考官中状元入皇宫，无简单。